目前当咧加拿大举办的世界警消运动会，咱国的代表队是已经摕到3块金牌加4块银牌好成绩。不过，煞是标出咱警政署的官员竟然是主动消防员举咱国的国旗。警政署回应讲，因是照奥运的模式提醒因卖举国旗。不过，这个消息一个出来，是已经引起国内侪批评。也那内政部长林佑昌嘛赶紧出来强调讲，去比赛当然会当举国旗，唔免有顾虑。警消人员动员出国去比赛，延过到开幕会场，各界人却是起冲突。愈讲愈激动，气氛变真歹。比赛进前起冲突，全部拢是因为这件代志。原来有消防员家己出钱，用家己的假期飞加拿大参加世界警消运动会，也家己设计团号。有台湾导游的理由，游行活动出发进前，就互警政署带队的长官关切。伫提出国旗了后，双方更加引导进会。当地的侨民跟当地的民众都是非常热烈欢迎，看到我们的国旗都是很开心。结果中国队不在现场，结果阻止我们拿国旗的居然是警政署的官员。指挥的消防员这期警政署高层一再提奥会模式做借口，将国旗当作违禁品伫查缉，讲这根本是自我矮化。随后也写批问这主办单位，各国的旗啊拢无被禁止。而警政署是安尼回应讲，基于善意的提醒，避免咱运动员的权益去受到影响。是我们跟加拿大的主办方事前的一个协调的一个默契。那我们智慧参赛的消防同仁可能不了解这个过程，说明的过程中让同仁产生误解。主动提出国旗消息传登的台湾，和警政署的面册有真侪民众伫批评。内政部长林佑昌随即表示，强调比赛时免顾虑，应提出国旗。就连世界警消运动会，官方 IG 也发文分享，咱代表团一行人伫机场提国旗，大家斗阵翕相的相片。这摆国际警消比赛，咱代表团已经夺下3金4银的好成绩。就伫这个事件发生了后，咱参赛选手也满国旗就台来领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